老师平安，平观众朋友食饱未？今仔日阮来到即个什物所在？迄个乌色诶呢吼，你看我今仔日吼，即个乌色诶，听讲即个所在吼，诶石头乌色啊，足高诶对无？即面什物？墙。这石头拢乌诶啊！吼，啊，这什物几啊公里吼，五六公里诶哦，你讲迄个城哦，城吼，我后壁迄个城有足5公里着，几啊公里呃，呢？除去万里长城以外，就是即个上长。是，为虾米我今仔个要穿安尼？因为要转来唐朝啊，唐啊什物要安讲？哦，连规个唐朝唐朝吼，唐朝有人会晓无？唐朝吼，你爱穿唐是装，对，因为迄阵是中国上界大诶，那想是。其实中国上界开发诶时阵啊，上界开发时哦，而且因佫有，为咱嘿，普通拢甲外国人当做番啊，嘿嘿，唐朝人袂安尼啊。是听讲迄阵就有圣经安尼吼，迄咧千几当前哦，而且是为什物所在入来的，有人知影无？而且即个诚特别的一个所在吼，啊，即个唐什物？倒一个皇帝吼，佮帮伊起一间教会哦，逐个知影叫啥物名无吼？看过唐太宗啦，唐太宗啦，来做吼，安尼老师讲答案啊。看卖啊，恁敢知影迄个教堂叫啥物名吼？会当甲咱讲吼。这就是咱今仔日要去诶所在，咱会记得去过即个嗯，上乐乌尔法。咱前礼拜讲上了乌尔法，咱有讲过啊嘛吼。嘿，啊，咱足早以前也捌讲过马尔丁啊，今嘿，仔日咱要讲顶悬迄个迪亚巴克。哦，是，咱今仔要来讲迪亚巴克诶一个城，一嘿，个古早诶城吼，甲伊诶足济历史，毋过咱今日讲一点仔就好，后礼拜佫继续讲。是。听讲即个城是为即个安纳托利亚出来诶，吼。安纳托利亚，因为咱足济地名吼，可能你会听到无煞煞啦。有时讲小亚细亚，有时讲安纳托利亚，有时讲什么土耳其，有时讲亚美尼亚高原，有时讲很多足济啦吼。什么有安纳托利亚？安纳托利亚原底是希腊语啦。意思是讲，即处的所在也是东方，代表伫希腊的东边的土地。希腊的东边就是土耳其嘛。所以即块土地目前是，就是讲咱咧讲的小亚细亚啦，是讲安纳托利亚啦，就是拢在讲土耳其即块土地啦。来即个吼，就是咱拄仔讲诶乌色诶，嘿，乌色的玄武岩吼，伊长有5.8公里吼，伊个墙啊啦，伊个城壁高5公尺，悬15公尺，哦，伫迄个时阵来讲是非常大诶一个城。真正诶呢。即个墙啊，有人看过5公尺遮尔高，拢是用乌色诶石头起起来，迄是库德族诶啊，库德诶中心。文化，所以诚特别吼，毋是去互小气诶哦，这是本来就乌诶哦，本地就是乌色诶，因为厝教堂嘛是拢乌色诶。爱食叫做加勒底教堂，为什么叫加勒底教堂？其实是叙利亚诶东方教会啦，因为叙利亚东方教会有一个名叫做加勒底诶教会，好，咱等下会讲着讲教会有分几啊种啊，啥物东方，佮有东正教，佮有啥物教吼？对，咱等者来讲好。即两个人吼，这两个人，一个是因为土耳其咱知影是突厥人入来嘛，
哦，嘿突厥鄂图曼土耳其就是突厥人，伊毋是本地托尼基的人。啊，托尼基本地的人是啥物人呢？因仔就是大部分拢是库德族啦。所以即个所以你看三即个是啥物？库德族咱个做托尼基的原原住住民。原住民即个倒边即个是原地，就是就是后来托尼基目前的。你敢若分会出来呢吼？分看着知影无啥共吼，但是因住伫共一个所在，而且听讲即个所在有足侪民族对无？叫二三四，有阿述啊、亚述啦、加勒底啦、亚美尼亚啦、库德人啊、阿拉伯人啊，有足侪民族拢伫遮，个鄂图曼土耳其啦拢伫遮。所以足厉害，当然，还有塞尔柱土耳其，后来还有鄂图曼。所以鄂图曼土耳其是西突厥人来伫遮住的，算做外来民族。所以才有13世纪的时，甲迁徙来伫小亚细亚，小亚细亚是安纳托利亚。即间就是加勒底教堂。加勒底就是讲一个基督教堂，因为目前咱知影托尼基是属迄个伊斯兰的嘛，伊斯兰的宗教，所以你若要伫即个城市来算伊斯兰的教会，毋知有几百间啊，你算袂了，因为你伫路林行无偌久，就去一间，毋过你看到迄个基督教的教会就较少。所以即间是基督教的教会。这基督教有十字架就是啊，若无十字架就毋是啊。对，无简单。即间教会融合啦，融合东方甲西方的教会。因为伊本地是东方教会嘛自古早拢亚美尼亚时阵就拢是啊，17世纪的时因就融入了罗马天主教。本地罗马天主教甲因的教会是无共的甲东方教会是无共的但是伊融入罗马天主教，就互罗马天主教来管安尼啊。因伫遐即个所在，因的范围拢足大的，所以伊办学校啦，还是诊所啦，还是讲社区的中心。伫语言方面、文化方面、伫礼仪方面做一个传统。你看，因遮的街路拢足细条的，阮也是共款的石头拢乌的，铺涂骹的拢用石头。你看真矮的所在，车也要行，人也要行。因遮无迄个丹麦加啦吼。好甲早因无乌托邦，若无方便安怎行？乌托邦毋是较好行吗？问题是你看车都已经捌去一条路两台车就足歹相闪啊！你要乌托邦要徛踮对？就是毋免人行就对啊。你若看规个拢乌托邦吼，但是即安尼袂歹吼，乌色的涂骹毋免洗安尼。特别感觉迄个阿早对无，反正拢乌的啦吼。你看因即个一个伊斯兰的塔，迄基督教的，回教、基督教拢连做伙啦，两间教会拢连做伙。分袂清楚呢吼。正边迄个有十字架，倒边迄个无，迄个是倒边即个无十字架，即个是伊斯兰教。迄边是就是讲加勒底的教会。迄就是咱拄仔讲的教会啊吼，顶悬有十字架吼，看你看会清楚无？敢会晓分吼？来遮会行毋着的无？咱等下讲着即间，即个更是。迄个有人拢走来遮行世界啦，因为下骹有四季骹徛悬，迄个悬度多一个人会当行过，所以听讲啦，行世界，行过四摆就会当
美梦成真。哦，安尼咱新年有需要呢吼。观众朋友有人要许愿的吼，等下到最后开始讲到遮哦。咱基督文要来转来看，那先来分别基督教，什么会叫做东方教会？什么会叫东正教？什么叫罗马天主教？个基督新教？主要是这四个啦。四个上派分的是东方教会甲东正教。主要分别是因为有一个大公会议啦，什么人互人淘汰，是讲什么人无承认，就安尼来分别。对，咱会当讲对381年，罗马的皇帝定做因的国家的国教以后，教会就真大，基督教教会就非常大。较早是迫害的是较少，即摆真大，拢是往外口的。伫431年，罗马教会就是讲因有一个会议。为什么会分离？因为东方教会无承认迄个罗马天主教的讲法。因为就是安尼，因无承认的原因，就讲，伊是讲基督是基督是神，耶稣啦，耶稣是神甲人两个做一体，做一性论。一个叫两性啦，两性论。就是讲，基督神性甲神性甲人性是分开的。分开一个讲分开，一个讲一体。那一体玛利亚就变上帝的老婆啊，所以爱拜玛利亚。那分开的玛利亚敢若上帝，就是敢若耶稣生伊的肉体，并无干涉伊的神性。这就是叫两性论一性论。即摆咱来看这张地图吼，这个地图就是新教，就是基督教啦吼，是北欧啦，还是英国啦，还是德国啦，这种主要的国家。天主教伫倒位？伫罗马、意大利啦，伫西班牙啦、法国啦，这甲中欧的部分。阮即阵遮嘛是啊吼，足侪。恁遐有哪足侪是东正教？斯洛伐克遐有哪是足侪是东正教的？到苏联啦，俄罗斯都是东正教的。非常大片的对。出大片，东正教出大片。安尼东方什么？这是讲目前基督教的东正教个东方教会，东方教会一块块仔囝尔。东方教会伫下骹因为足少，即摆敢若剩叙利亚东方教会尔，其他拢互伊斯兰遮去啊。本地伊斯兰的土地是东方教会的。伊斯兰土耳其嘛，土耳其甲阿拉伯嘛，遐以下全部拢一块大地，拢是伊斯兰。目前东方教会敢若剩一寡伫叙利亚边啊，像咱今日看遮伫土耳其的南边，伫叙利亚的边界，遮有一寡东方教会。东方教会。所以迄阵传来中国的就是东方教会。因为传来中国的迄个人是叙利亚的人，毋过迄阵是波斯帝国的管，所以咱伫中国就讲伊是波斯教。嘛是有人讲伊景教啦吼，所以迄阵后来改做景教啦。因有一个叫做大秦氏的，就是教堂啦。因为教堂叫做大秦氏。大什么？大秦啦，大秦大秦的原因就是讲中国有一个秦朝足大嘛，这是伫唐朝、唐朝唐朝的时代，秦朝已经过去啊。毋过因大家人，唐朝的人大家拢知影，中国有一个秦是一个大帝国啦。就是讲西方嘛有一个秦，用迄个名
来代表足大诶帝国。迄个帝国是啥？因分袂清波斯啊、罗马，因为迄阵拄啊有波斯甲罗马两个，分袂清全部不如讲大秦啦，大秦就是讲咱中国人较容易了解。清朝就足大个迄个西方诶秦朝叫做大秦，迄是咱家己改名诶。所以拄则有大讲秦请教。是，这个是家迄阵有记录诶啦吼。下骹这啥物文啊？迄个亚兰文啊，咱咧讲亚兰，也叫做西利亚文。是哦，这个厉害。遮吼，即个因为即块碑也阁有伫咧，所以也阁有实际石头诶见证。是，所以遐有记录哦，是真诶哦。亚兰文的耶稣讲诶吼，所以迄阵中国诶是真正是有迄个即物遮诶人过去诶吼，为遮过去诶人哦。对遮，咱即摆咧讲遮诶过去。过去20世纪就拢相战啊，一出大战，二出大战，战来战去。土耳其要去独立诶时，佫是杀死足侪基督徒吼。基督徒就拢变愈来愈少。若无像伫土耳其来讲，你若无走，就一定爱走嘛。你无走，就爱互杀死嘛，互人苦毒，互人欺负嘛。目前像即间教会，咱咧讲加勒底教会哦，你掠准伊足大，伊诶建筑诶物件是足大着，毋过伊敢若30个家庭尔。敢若剩30个基督教诶家庭伫遮，伫遮维护嘛。遮文阁有啦吼，阁30个嘛是。阁有吼，虽然讲信徒无济，毋过有哪继续伫咧。互咱看，我伫即条道看到真济所在，看到迄街路边吼，有个人坐伫遐开讲，坐伫遐毋知影咧创啥发呆安尼。但是即种查甫人拢，我毋捌看到查某人安尼坐，是啥原因我毋知哦。有人知无？是毋是因袂使出来抛头露面即类诶？即个讲法，来这是因诶街路拢是细条，无啥物规划诶款吼。街路巷内底，因为这是足古早像已经2000栋啊。即个所在已经2000栋，上老的拢无去发展，因为新的发展拢走去外口，走去土地较空旷的所在。是，这就是咱拄则讲的一个足悬的迄个塔吼。听讲下骹什么？下骹有四支骹，迄四支骹吼，就是安尼有四空嘛。你若行过，对每一个方向行入去，拢总都要行4界。因讲行4界就会当什么？就会当你要爱啥就有啥。就是你的愿望就会成真啦。为遮撑过，搁为遮撑过，搁为遐撑过。安尼咱今仔日有来听观众朋友，是，这个就是因诶清真寺对无？对，因为清真寺诶宣礼塔还是讲讲经诶所在啊。因为清真寺一定爱讲经叫人过来祈祷。对，因一工所以因诶塔拢做足悬。是。所以今仔日观众朋友爱甲家己起一个赞，因为咱毋免去遐行吼，咱就愿望实现，就是福气啊吼。咱新年诶福气是啥物呢？要送逐个一句话吼，就是讲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5节，因为上帝是一个，上帝甲人诶中间中保也是一个，就是做人诶基督耶稣。耶稣以外，无人会当靠别项来得救啊。虽然讲遮尔乱吼，就是讲一个国家咱想足侪民族伫遮，宗教阁是足侪吼，足侪宗教。咱知影敢若一个尔，敢若基督耶稣会当做人诶中保。
其他拢无资格人做中保，中保就因为伊是讲，是上帝的囝，就是人甲上帝的关系，爱有一个保证人，然后耶稣保证，伊用伊的保血洗清人的罪，保证讲好，即个人我已经替伊赎罪。安尼若无耶稣做中保，你就袂当到上帝啊。是，所以今仔日来听有福气哦，因为上帝甲你挂保证，但是前提就是你爱相信对无吼？甲你挂保证讲，对，即个人吼，我已经替伊的罪安那死啊吼，所以伊毋免搁再死一摆。做保证人是足严重的哦。你若甲人借钱，有朋友借钱，你做保证人，是朋友若毋还钱，你就爱还哦。是啊，所以耶稣已经替咱还啊吼，因为咱还袂了对无？咱罪伤济还袂了，所以有福气的人会记甲即个好消息甲咱讲吼，毋免走去土年期啥物正死的空对无？就是第个第四号啊，即个第个第四号，因为咱讲的即个城市都伫第个第四号的边啊。即文老师去的是个青色的哦，真水也是个所在吼。即个就是看拄仔差足济，感觉两个无共款的所在。你着向较悬的所在啊，无水的所在就是安尼。是，好，安尼今仔日真欢喜，嘛遮感谢老师甲咱分享即个叫做景教灯调。灯调，迄唐太宗李世民哦，亲自接伊款待即个宣教士哦。真诶哦，无简单，即个宣教士叫做阿罗本。是，即个阿罗本为即个所在吼，去行丝路对无？行丝路来啊，皇帝甲伊召见，无简单哦。是哦，皇帝条件诶哦，好，所以对，咱朋友讲诶吼，毋免去到海迄边，就会当看着遮尔济迄个，嘛是多谢观众朋友来继续捧场哦，多谢恁吼，甲阮支持吼，嘛会当甲即个好消息，佮较侪人讲吼，安尼后礼拜老师佮要继续讲。共款的一个所在，巴克另外几个点，是讲袂了诶哦。好，上帝祝福恁后礼拜一共款时间，台湾8:10，泰国7:10，澳洲1:10，佮做伙来听老师讲故事，都会平安，多谢，做伙恭喜哦！